Resultati delle hani kasa eee kunche ni ni badcha ni sumbatcha de orbata ni sumbatcha de ore 제가 다 니토리아 다 동마 디 텔리아네 가르쳐야sana 가장우마 디 슈디아 그 저규르기 야나 그 나위수로 저규르 제자 디고들이야 아니 咁今日係第3堂課。今日呢就繼續會去講到首先要講返上一堂課被講完嘅就係中國古代譯經嘅程序同埋方法。咁上一堂課我哋就講咗一啲中國古代譯經嘅一啲情況，包括佢嘅歷史啦、程序、譯師同埋分工等等各方面嘅內容。咁我哋將中國古代譯經史呢，大致呢其實可以分為4個部分。咁之後以下呢就會為咗方便大家更容易理解，咁就可以有一個更完整同清晰嘅概念。咁法王呢就將呢4個階段當中一啲具體嘅時間呢就列咗出嚟，咁就大家可以通過呢啲年份啦，大家可以就睇得到呢4個階段大概呢就發生喺咩時代。第一個就係漢代啦。第一個時代就係呢個漢代，咁就係有其中嘅譯師就有索佛，最早嘅譯經或者係漢代最早喺佛教興起嘅時候，首先呢就係由西域而嚟嘅呢一位名稱為索佛嘅呢位譯師，就翻譯咗波州三昧經。當時呢嘅時代呢年份就係公元179年去翻譯嘅呢一部佛經。咁佢離今日已經係1844年嘅時間㗎啦。另一位譯師呢就叫做浮陀跋摩，佢翻譯咗大毗婆沙論。咁翻譯嘅時間就係公元383年，距今亦都有1640年嘅時間啦。咁可以睇到係非常非常早嘅時候翻譯嘅呢兩部經同論。咁第二個時階段啦，就係隋朝以前啦。隋朝之前嘅呢個時期呢，主要嘅譯場呢，就係以演講討論會嘅方式去舉行嘅，咁就係會有成千成百上千嘅人嚟參加喺個譯場嗰度。咁其中出名嘅譯師有呢個鳩摩羅什、佛陀、跋陀羅同埋陳真提。咁鳩摩羅什
就係喺呢個公元344年至到413年住世嘅。咁佢亦都係距今1650年之前嘅人啦。咁另一位佛陀跋陀羅，佢就係翻譯呢個華嚴經。佢當時咧就係喺公元421年嘅時候翻譯呢部經。之後嗰位真諦譯師咧，佢翻譯阿毗達俱舍論嘅時候咧，亦都係喺公元53時期嗰年。咁佢今已經1460年啦。第三個階段係隋唐時代，咁就係可以話係叫做專家研究集會嘅方式嚟去做翻譯嘅。因為過去係有成千人參加嘅譯場啦，但係到咗隋唐時代，嗰啲譯師咧係能夠參加呢個譯場嘅譯師係已經變減得少得好多，就係得返大概20-30人。咁呢20-30人全部都係一啲專家大師去參與呢個翻譯嘅。咁喺呢啲譯場度翻譯嘅當時嘅主譯啦，最出名嘅就係呢一個玄奘大師啦。咁佢係喺公元645年開始就譯經，佢今亦都有呢一個1370年左右。咁第四個時代啦，第四個階段就係宋代嘅譯場啦。咁呢啲都係佢離現家咧，就已經有成大概1100年嘅時間。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呢度中國嘅呢啲翻譯佛經嘅譯場咧，其實就係從漢代開始，然後一直到宋代嘅譯場，有咁長嘅呢段時間。一般嚟講咧，呢個佛教到底係咩時間開始喺呢個中國弘揚咧？其實一般有唔同嘅講法嘅對呢個時期，但係一般嚟講咧，就會係依照《三國志》呢一本書嘅呢一個記載，《三國志》同《三國演義》係唔同嘅。總之咧，就係有呢一部史籍叫做《三國志》。咁喺《三國志》其中咧，呢一部書咧有一個叫裴松嘅呢一位古人咧，就係有去做注引呢本《三國志》嘅。咁喺當佢嘅對《三國志》嘅注引嗰度，係喺注引《三國志》裏邊其中一章就係《魏略西戎傳》裏邊咧，佢就有記錄到喺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大概係公元前公元前2年嘅時候。咁當時佢有記載啦，就由大玉之使臣依傳。呢個地方係咩地方呢？其實就係當時喺中國附近嘅一個，我哋叫做另一個民族啦。咁佢呢一個大玉之嘅呢一個國家呢，就派咗一個叫做呢位名稱為依傳嘅呢個使臣啦，大使啦，佢就係派咗佢嚟中國啦。然後呢，佢就係當時呢，佢當時佢咧就向呢一個叫名稱為景盧嘅人，咁其實呢一個人亦都係俾佢稱為西漢博士弟子，咁佢嘅名叫景盧。咁咧阿依傳咧就向佢口授咗呢一部叫做《浮屠經》嘅經典。
咁所以三個字其中就係裴松嘅呢個為呢個三個字嘅注釋裏邊，其中就有提及到呢一段記載。咁而呢一段記載咧係相對嚟講係比較為可信嘅。咁呢個咧係屬於咧喺公元前2年，咁就係已經咧有呢一個佛經或者係佛教傳入咗中國嘅一個記錄。所以從呢度咧，我哋就唔難可以去睇得到啦。其實喺古代易經嘅4段時期，係歷經咗幾百年啦，甚至係將近1000年嘅發展同演變嘅。咁所以就可以話中國嘅經典嘅古譯咧，其實好有歷史、好有淵源嘅。咁啊，而家咧之後我哋就會繼續講翻上一堂嘅內容做講解啦。上一堂咧，我哋就講咗漢代之後、隋朝之前，直到唐代嘅易經情況。講到唐代易經咧，就冇辦法唔提唐三藏玄奘大師。佢嘅譯長咧，雖然咧就只係得20-30人，定係得咁少人，但係佢哋全部咧譯長裏邊呢啲所有人，全部都係正應中嘅正應，大德中嘅大德，同埋佢哋每一個人咧都有明確嘅分工，而且亦都係咧係有嚴格嘅系統同埋體系嚟做翻譯嘅。所以佢係一個好嚴格嘅體系嘅。具體嚟講咧，喺譯場裏邊，其實譯經嘅過程係點樣進行嘅咧？咁之後咧就會好基本咁去介紹一下易經嘅喺唐代嘅易經程序。咁首先第一個咧，易經裏邊第一個過程就係要主譯，有時亦都稱佢為譯主。呢一位主要嘅翻譯咧，佢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將來經典上邊要寫係邊個翻譯嘅話咧，就係會寫上主譯嘅名稱，咁所以因此咧，佢係最重要嗰一位。所以呢位主譯咧係必須要係精通三藏，而且咧係要明練，係要好熟悉顯密二教。咁佢嘅工作係有啲咩職責咧？咁佢就係要喺易經堂裏邊咧，係對全體全部嘅助手啦，係要講說呢個經典嘅要義嘅主旨。
咁當時翻譯嘅助手咧，亦都係咧，全部都係精挑細選過嘅專才啊。同埋佢哋咧，其實都係大德嚟噶啦，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唔需要去每一句字字句句都去做講解，亦都唔需要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去做分析嘅。所以佢哋互相咧就可以專門咁針對梵本啦之中嘅好困難嘅一啲文句啦，或者一啲奧義咧，做深入嘅討論。咁呢種方式咧係被稱為言復休止。言復休止係咩意思咧？其實就係表示係不斷咁做研究咯，反覆咁去做研究，同埋不斷咁去做審查呢個文句裏邊嘅深意奧義係乜嘢啦。所以從佢哋嘅呢個討論呢個研究方式嚟睇咧，咁可見啦，佢哋咁嘅做法咧係偏重於研究方面嘅。呢個就係第一個程序，就係主譯呢一部分。第二個程序咧就係咁當翻譯過一段落之後咧，咁當翻譯過一段落之後咧，咁佢哋就先會將主譯當日嘅呢個講解啦，同埋同主譯同助手互相討論之後所做嘅記錄咧，全部都會送到潤文嘅嗰個地方嗰度㗎。就係要將呢啲文稿啦，送到去潤文呢一個職責嘅負責人嗰度啦。然後咧就要呢啲文稿咧，就係要俾呢一批負責呢文筆嘅人啦，咁佢就做整理。咁佢哋就會將呢啲內容咧，就會整理成為咧呢個漢譯嘅文稿嘅初稿。當時咧係會有一個記錄啦，係中文嘅記錄，但係咧再要揾呢個潤文嘅負責嘅潤文嘅人啦，就將佢整理為一個譯稿。咁法王有自己嘅一個體驗啦，就係由藏文翻譯到中文嘅時候，咁舉例啦，譬如話如果以呢個按照正文去解釋嘅時候咧，咁如果一字一句就住呢個藏文去做解釋嘅時候啦，譬如舉例啦，咁舉咩例子好咧？譬如講就係話普賢行願品啦，以呢個做例子啦。咁舉例啦，就係譬如普賢行願，普賢之後行願，然後每一個字咧都去解釋嘅，然後之後就做記錄，然後之後就按翻藏文，無論係文法又好啊，
每一個呢個虛詞啊、名詞啊，全部都將佢記錄落嚟啦。然後咧，呢個就係首先係咁樣嘅方式譯成中文記錄落嚟，就變成咗咁樣一個記錄。但係之後咧，仍然咧再要去潤色呢啲文字㗎。如果佢唔做呢個修潤嘅過程咧，如果只係咧直譯啊，咁樣嘅話咧，即係假設係完全係只係跟住藏文去直譯記錄落嚟嘅話咧，咁就可能會咧，如果一開始當然係要一字一句咁記錄落嚟係好重要嘅。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就會有所遺漏嘅。總之咧，一開始亦都係必須要去當日講解討論嘅所有呢啲記錄咧，一定要記錄晒落嚟嘅。嗰日一開始主譯嘅所有講解同埋討論都要記錄晒落嚟，之後咧就要再經呢一個用文做呢個潤色，就成為咗個漢譯嘅初稿啦。再下一步就係再送到去叫做正義呢一個職責嘅地方嗰。咁呢個可以話係而家嚟講嘅一個校對嘅嗰部分嘅工作啦。咁喺正義呢一個地方要做嘅咧，就係要經過咧幾個部分嘅，有幾個部門啦，或者有幾個步驟去做啦。第一部分就係經過義理嘅專家，就正義嘅一個工作啦。之後咧就係經過字學，即係中國文字學嘅專家去做審核啦。所以首先係經過義理嘅專家，之後就係經過字學嘅專家、文字學嘅專家。第三咧就係要經過正梵語文，即係梵文嘅專家。咁就係要經過喺潤文之後啦，就要去到正義嘅呢個地方啦。經過呢三種專家，透過嚴謹嘅審查，究竟呢啲譯文咧譯出嚟嘅文字能唔能夠表達到原意？如果發現咧，我啲譯文係同原文嘅意思有出入或者譯錯嘅地方，咁呢個正義咧，佢哋呢部門嘅人咧就會加以修改，再會送翻去潤文嗰度噶。咁第三啦，第三個階段係咩咧？呢個時候潤文咧收到改正稿之後咧，佢再會根據正義嘅三種專家啦，嗰度有佢哋就會合意，即係一齊共同咁樣去商議嘅而得出嘅修改咧，就再進一步做呢個文字嘅潤色。點解咧？就係因為咧正義嘅工作咧，只係按照原文嘅義理嘅表達上邊做改正，但係咧佢用字咧就唔一定係會典雅同優美嘅。咁所以文字語言方面或者係修辭方面啦，佢哋嘅潤色仍然可能都會有啲問題，所以仍然都要送翻去潤文嗰度再審查。所以潤文呢個時候咧，佢會再睇一睇，再修飾之後，咁咧就會睇睇新嘅詞藻咧會唔會去損害咗原意嘅表達。咁所以咧，第二就係呢個正義，唔係第二就係潤文嗰度啦，第三就係正義啦。佢哋就會係有時會來來回回咁樣去幾次，先至直到係大家都滿意為止噶。
지조 야르반 게이 지조 야르반 샤브 디게 된다 고알 누구도 민도 따네 누구 민도 난 저기도 누구 도나 닌 저기 민도 제제 양 파당 샤르바 所以咧潤文改好之後咧，就會送俾正義嗰度啦。咁正義睇完啦，主要就係睇翻佢咁樣修改之後，文字變得好優美，但係呢個優美嘅文字有冇咧係同呢一個原文嘅意思有冇出入咧，或者有冇譯錯咧？咁如果有唔啱嘅嘢咧，咁佢亦都會將佢修改完，再送翻俾潤文啦。潤文之後又去再修改，又再如果佢會覺得某些唔優美嘅地方，佢就會再改，就再送翻去正義嗰度啦。咁所以話呢個第二、第三步驟咧係相互進行。咁喺經典裏邊咧，亦都有提及呢個方式叫做文雖定而復長，義乃明而重審。咁意思就係話呢個文字雖然已經定咗落嚟，但係仍然咧都要係反覆咁去長審。意義啊，雖然都已經係明確，但係你仍然係要重複咁去審視嘅。咁呢個咧就係亦都係承接住東晉南北朝時期。佢當時係稱為鄭重校籌嘅一個古規啦，可以話一個古規而嚟嘅。鄭重校籌。邊啦？聽下邊啦。咁啲唐玄奘嘅年紀最為啥樣吧？啱就得陪嘅得用咗啦。所以咧，呢個並唔係淨係唐朝有嘅。其實呢一個舊規咧，其實係魏晉南北朝已經有噶啦。咁例如就係當時唐朝嘅時候，玄奘大師翻譯《瑜伽師地論》嘅時候，個譯長咧就會有一個咁嘅情況啊。當時咧係翻譯《瑜伽師地論》嘅時候咧，當時唐朝嘅宰相許敬宗，佢當時寫嘅序言咧就係咁樣記錄噶。唐玄奘嘅年紀最為啥舊嘅舊咧啊？空個大羅早做的能，空咧啊，差羅兄弟卡在有的是那邊呢？咁呢個序言其實係一段古文啦，咁但係就唔讀啦。咁但係簡而言之咧，就係會有記錄咗咧。玄奘大師當時係譯主，然後咧佢有6位不受作為係身為助手，之後有1位咧係正梵語，然後1位咧係正字嘅助手負責。另外咧就有8位係正大義嘅負責。咁瑜伽師地論通篇咧，總共咧就有係負責呢一個序文嘅人咧，就有7位。但是年紀這邊賽個洵湧做了呀，讓追問噻，這不就得七九雙件都是不着，七九給查羅兄弟沒斷呀的是，這樣那七九給查羅兄弟沒斷呀不去，沒斷不得了，怕是嘞，
負責序文嘅咧係咩意思咧？個工作佢哋就係負責修飾嘅文字嘅。咁呢部分嘅人員咧有7位。咁而佢哋嘅職責咧就係要去各自根據篇幅同埋將唔同嘅章節咧係進行分工嘅。咁最後咧就係由唐朝嘅宰相許敬宗，咁佢就奉詔咧係再做呢個監閱。所以可以睇到啊，喺《儒家師地論》嘅翻譯咧，總共有24人去一齊進行啦。咁可以睇到啦，係呢個係一個新嘅翻譯方式。咁喺呢個新嘅方式裏邊咧，翻譯嘅工作就係比唐朝之前進步咗好多。咁有啲邊啲方面係進步咗咧？就係首先第一個啦。首先就係助手，雖然你睇到啦，只係得幾十人，但係咧係都有一定嘅職務嘅。咁佢就係同之前啊有上千位嘅聽眾啦，但係其實咧只有3個人係有實際工作，咁樣相比嘅話咧，實際上咧係人數咧真係工作嘅人啊，喺新嘅方式之下咧，其實佢哋嘅實際人數係增加咗嘅。因為喺過去嘅譯場嗰度咧，雖然有好多人咧聚集喺一齊，但係其實實際工作嘅人咧就只係有3個。但係到咗唐朝啦，雖然好似睇落嚟聚集嘅人唔係好多，但係咧其實咧聚集起嚟嘅每一個人都有好明確嘅分工，所以因此咧實際上真係有做嘢嘅人係多咗嘅。第二個更有都係有進步嘅地方係咩咧？就係翻譯出嚟嘅譯本咧，佢係經過不斷嘅潤色同埋審查，所以咧佢係更為精密。雖然咧執筆嘅人咧同審查嘅人咧難免係會有時有爭執，例如啦，元初當時嘅助手其中一位咧叫做法藏，佢係亦都係花嚴宗嘅研首大師。當時花嚴宗嘅第3組就係研首大師。咁因此可見啦，其實佢亦都係花嚴宗嘅一位宗師。但係當時佢就係因為佢就係擔當不受正義潤文嘅時候咧，因為佢嗰陣時嘅見識有所不同啦，咁佢就係離開咗呢個譯場嘅。咁所以當時咧喺譯場嗰度，當時嘅譯場咧成日會見到會有更換助手嘅情況出現。點解會咁咧？就係因為當時譯場裏邊咧，彼此其實都係可以話都係一啲精通佛學或者文學嘅專家。咁佢哋都會係因為大家都係專家嘅緣故咧，佢哋好多時都會係有啲爭執嘅。因為大家都有各自唔同嘅睇法啦，同埋見解，
咁佢哋要爭執嘅係咩咧？其實主要都係經文同義理係應該要點樣去翻譯出嚟，主要就係呢一方面咧就有啲爭執，而呢啲都唔係一啲個人嘅問題，唔係，主要都係喺經文義理上邊係點樣去翻譯啦，咁就係會有所呢個爭議啦、爭論啦。咁所以咧呢個時刻咧，主譯就係好重要，因為佢主要嘅工作就係要排解呢啲紛爭。咁而且咧，一般嚟講啊，翻譯嘅時候咧，有咁樣嘅爭執咧，其實對翻譯嚟講係好噶。因為如果喺翻譯嘅時候咧，有唔同嘅睇法，大家有一啲不同嘅見解同埋睇法咧，大家係能夠講出嚟做討論咧，其實對翻譯係好噶。否則咧，大家都係只係異口同聲嘅咁樣去講，咁樣嘅話咧，反而咧，大家都係統一嘅話咧，反而就係可能咧，你唔能夠翻譯到一啲好好嘅譯文出嚟噶。咁所以呢一種咁嘅爭執，如果係爭議咧，對呢一個翻譯嚟講咧係有好處嘅。咁至於宋朝嘅譯經情況咧，今次就唔多講啦，因為都冇乜，唔係咁夠時間。當然咧，下面嗰個係豬，你說啊，大把啲個97是本身下來，我們多上場97嘛，大概就咁你自己本身下嘛，咁你自己本身下，等你也錯下。我大概先休息20分鐘。打等你下唔啦，等你啲學音，打等你輸入咗嗰個單主動啲學音。打等佢講網播區別咧，打等佢哋生活咯，講啦。之後要講一下古代譯經嘅一個總結。咁之前講咗好多，咁剛才所講嘅咧就係一啲同中國古代譯經有關嘅一啲大致嘅情況同歷史。咁雖然咧法王已經盡量咁想簡略咁去介紹，但係咧仍然咧都係佔用咗差唔多1日半嘅課程時間。總之咧，呢次介紹嘅主要原因啊，點解要花咁多時間去做介紹，係有以下幾點㗎。其中第一點就係希望大家能夠明白認識到譯經其實唔係一件簡單容易嘅事情，
首先啊，佢對譯師嘅各方面要求都非常高，非常之嚴苛，要具備好多嘅條件嘅。例如咧，呢位譯主係首先要精通三藏，同埋要去好熟悉呢一個顯密異教之外咧，佢每一位嘅助手都係必須要有所專攻，佢係由某一方面咧都係要係好專門㗎。咁例如啦，佢嗰個助手咧，佢可能係要係一位梵文嘅專家，或者係一位中國古文字專家，或者係要對咧佛教嘅義理咧係好專門嘅一位專家等等。所以譯場咧都可以話係一個群英匯水、大德雲集嘅一個地方。所以我哋而家讀到嘅嗰啲古代翻譯嘅經文啊，哪怕只係一個字，其實嗰陣時都係經過無數次嘅斟酌、篩選、研究，同埋經過過去嘅呢啲譯師大德咧，係經過無數次嘅探討先至選定嘅。而且亦都結合咗好多唔同學科嘅大專家一齊去匯集一齊討論議論之後，先至翻譯到出嚟㗎。舉例嚟講啊，好似玄奘大師佢翻譯嘅呢一啲咁多位嘅專家，即係佢嘅譯場嘅各位嘅呢啲專家助手裏邊啦，唔單係好似譬如有律宗嘅道宣律師啦，同埋亦都有唯識宗嘅祖師，就係譬如窺基大師啦。佢亦都係有呢一個法相唯識宗嘅祖師啦。亦都有華嚴宗嘅賢首大師，佢亦都係華嚴宗嘅祖師啦。所以亦都有呢啲各位咁多嘅唔同宗派嘅祖師，佢哋每一位啊，都係各自宗派嘅祖師或者傳承嘅大師。佢哋咧就好似藏傳佛教裏邊嘅薩迦班哲達、龍清巴、宗喀巴大師等等啦。佢哋唔係等閒之輩嘅，全部都。相對嚟講咧，水平可能比較低嘅嗰啲助手咧，其實佢都係嚟自中國各大寺院嘅住持或者係高僧。所以咧唔誇張咁講啊，其實我哋而家讀到嘅每一句經論釋文嘅嗰啲經論嘅翻譯嘅嗰啲文句，其實全部都係呢啲大菩薩大德過去用佢畢生嘅學問同埋修行總結出嚟嘅結晶。所以我哋一定要好珍惜重視呢啲，要明白到呢啲佛經其實真係得來不易嘅，同埋亦都要明白到呢啲譯文咧，其實真係難能可貴嘅。咁其實喺西藏嘅金珠爾同丹珠爾呢啲大藏經開始啦，其實咧喺佢哋呢啲經文嘅一開始都會首先講出梵文係乜嘢名，之後藏文係乜嘢名，
咁樣去標明嘅。點解會有咁樣一開始嘅梵文同藏文咁樣列出嚟嘅比對呢？原因係有兩個㗎。第一個原因呢，就係為咗係能夠知道呢個法本或者呢個經文梵文嘅原來意義呢係點樣㗎，咁可以將佢同藏文去做比對。咁呢個第一個好處。第二個好處呢，就係要憶念過去譯師嘅恩德。因為我哋唔識呢個梵文，咁其實全賴過去嘅譯師，因為佢哋都識得呢個梵文，就係因為佢哋咁樣嘅緣故，所以佢哋因為佢哋過去譯師嘅恩德，所以我哋今日先至明白到能夠讀得懂呢啲梵文嘅意思。即係唔係淨係口頭上講講㗎，真係要講得出做得到。就係真係當我哋喺手上面攞到呢啲經典，讀到呢啲譯文嘅時候，我哋心裏邊真係要諗到，哦，其實呢啲真係得來不易，呢啲譯文其實係非常之難能可貴，之後心中生起一個珍惜重視嘅心。呢個就係第一點。第二點，我哋就要了解到呢啲譯咁樣嘅翻譯咧，經文嘅翻譯係其實係非常之唔簡單，非常之複雜嘅一件事情。同埋同時，我哋都係咧會明白到點解古代呢啲經典咧係咁有呢個加持力嘅。就係亦都解釋到點解過去翻譯呢啲咪經典咧，呢啲經文係讀起嚟係咁有感覺。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咧，佢係佛經裏邊嘅一個字啊，單單係呢啲佛經裏邊一個字，都係能夠令人成就嘅。有咁樣嘅一種講法。之前有一種講法啦，就係宗喀巴大師在世嘅時候，即係啱啊。當時就向宗喀巴大師提問，佢問一個格當呢個字，格當呢個字嘅意思係咩呢？佢就係向宗喀巴大師問呢個問題。咁遮厄倫珍巴大師係咁樣問宗喀巴大師，遮厄倫珍撇佢咁樣問之後，宗喀巴大師嘅回答就係佛經裏邊嘅每一個字句都係格當，意思都係不能夠捨棄。意思就係話咯，佛經裏邊每一個字每一句都係能夠當為口訣。咁如果你都係咁樣每一個字都嚟修持嘅話咧，咁就都係能夠令你成就。咁就係要咁樣去睇。咁之後其實呢個係另一位大師去咁樣答。之後宗喀巴大師聽到佢呢個答案之後咧，佢就係覺得非常之歡喜。之後佢就去大殿當中就向佢嘅弟子講：哦，呢位啱啱呢位格西嘅呢個回答咧，給予我好大嘅啟發。佢就係話佢佛經裏邊每一句字句都唔能夠捨棄，都係口訣。佢呢句話確實係太真實、太啱啦，實在係太重要，確實係要點。就係佛經裏邊每一字每一句都係口訣，就好似呢度咁講啦，啱啱所講，哪怕只係佛經裏邊嘅每一個字，其實都可以令人成就嘅。如果唔係呢啲過去嘅高僧大德咁樣精益求精、咁謹慎去翻譯出呢啲經文，
如果佢哋唔係咁樣喺呢啲譯經嘅過程裏邊凝聚咗佢哋嘅自己嘅證同埋修行嘅話咧，呢啲佛經嘅譯文係邊有可能會具有咁大嘅加持力呢？係唔可能嘅。咁所以呢個佛經嘅譯文點解係能夠具備呢個大加持力？背後嘅原因就係必須要具備，就係無論佢係翻譯成咩嘅語文都好啊，首先必須要就係要翻譯嘅過程係要精益求精，好謹慎咁去翻譯。第二個就係要去凝聚咗呢個譯者自己嘅證同修行。如果具備咗以上條件嘅話咧，咁呢啲譯文咧，自然就會具備好大嘅呢個加持力啦。舉個例子啦，就係中國禪宗最出名嘅六祖。因為禪宗咧喺呢個藏傳佛教裏邊咧，佢會稱之為和尚宗嘅，但係呢個名呢個稱號並唔係好正確，應該係叫禪宗嘅。之所以咧藏傳佛教會稱呢個禪宗做呢個和尚宗咧，主要係就係因為有一個大乘和尚呢一位之後留咗個公案留咗喺藏傳佛教裏邊，咁所以因此咧就會將中國嘅禪宗翻譯為呢個和尚宗。但係主要係要呢度引用就係六祖慧能一個好重要嘅公案咯，咁就係佢係六祖壇經嘅著作，六祖壇經嗰位大師六祖慧能。慧能大師咧係一位文盲啊，佢係唔識中文字嘅。但係因為咧佢係一個上根器嘅一個人，咁據說咧就係佢因為聽到《金剛經》裏邊其中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呢一句，咁就直接得到成就啦。咁呢個代表係咩意思呢？就係唔單單係因為六祖慧能大師本身就係一位上等根器嘅人，而同時更重要嘅就係代表咗咩呢？就係話俾你大家知，就係要靠呢個《金剛經》咁樣嘅呢個譯文，本身《金剛經》呢個翻譯嘅譯文，就係單單係你聽聞到讀到，就係具備大加持力嘅一部經文。所以如果咧咁樣嘅一部經文，如果冇大加持力嘅話咧，冇辦法令到一個人咧單單靠聽聞就得到成就。呢個係因為咧佢係一個非常具有加持力嘅一部經典經文，先至有咁嘅力量。咁所以講咗咁多，重點就只有兩個，就係一方面啦，我係好希望將來咧，我哋再讀到各位再讀到呢啲古代嘅經典嘅譯文嘅時候咧，可以心懷感激感恩嘅心，就係喺讀呢一啲經典佛經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咧，我自己係好幸運嘅，能夠係有咁嘅機會，難得嘅機會，能夠讀到過去呢啲大德用盡呢個可以話用盡畢生嘅心血
為我哋傳譯呢啲嘅經典，令我哋可以讀到呢啲真正嘅原汁原味嘅佛法，同埋更加咧能夠令我哋咧，從而令到我哋咧正確無誤咁樣去領悟到佛經裏邊嘅義理。另一方面咧，佛亦都好希望將來各位如果有機會，佢就係話，譬如自己係要做翻譯工作嘅時候啦，當然呢個係確實有可能噶。在座聽法嘅各位，將來可能係有機會做翻譯嘅。咁未來咧，你亦都可以追隨翻過去呢啲聖者、智者、大譯師嘅譯經方法，係一樣咁認真、慎重、小心翼翼咁樣咧，係去對待每一部經論文獻。唔好覺得就話我就係睇幾部注釋，會講幾種語言就可以，我就可以翻譯經典啦。我哋應該要咧，將呢種非常嚴謹同埋精益求精、謹慎嘅精神，同埋呢個傳統咧傳承落去，就好似過去呢個祖師一樣。咁樣先至唔會辜負過去呢啲咁偉大嘅譯師嘅努力，同埋亦都唔會辜負過去呢啲經論嘅作者啊，同埋佛陀、無數菩薩同埋祖師們所做出嘅呢啲開示同埋教導。所以我哋真係要諗憶念，或者要諗我哋係要為未來未出現嘅將來嘅呢啲佛弟子去做呢個翻譯，係有帶住咩心，而唔係為咗私利去做翻譯。因為如果咁樣嘅發心咧，呢個作為係好唔啱㗎。咁所以古代譯經嘅部分咧，我哋就講到呢度。而第一堂嘅時候，我哋有提到呢次要講嘅係就係唯識30頌，係會以呢個玄奘所寫嘅《成唯識論》咧為主要嘅注釋參考書。另外亦都會根據窺基所寫嘅《成唯識論述記》作為輔助進行講解嘅。咁呢次嘅課程呢，我哋首先會去講解《成唯識論述記》嘅序言嘅部分。但係喺講呢個《成唯識論述記》嘅序言之前，我哋首先要嚟了解一下佢嘅作者窺基大師究竟係邊個？咁窺基大師嘅師父，亦都係《成唯識論》嘅作者玄奘大師，佢係中國佛教歷史上邊最出名嘅，亦都係最影響最深遠嘅其中一位啦。我哋應該大家都知道，聽過佢嘅名。可以話中國係冇人冇聽過玄奘大師嘅，因為大家都一定有聽過，咪有睇過啦《西遊記》。
남배 그 로진 게다 체슈 디 텔레 게다 체지 바지 여기 말해서 라비네 저거 되지 차례 可以話只要係華人啦，都聽過或者有睇過《西遊記》，亦都知道有唐三藏，因此亦都認識玄奘大師。所以大概可以話係一個佛教史上影響最深遠嘅人。但係佢嘅介紹，我哋會擺喺後面講到唯識30頌嘅正文嘅時候先再做介紹。咁首先呢，都係先係介紹窺基大師嘅生平。nghe này cái nào chỉ xí là nó thế à ta con chủ nghĩa記錄主義算唔算嘢啦？就係窺基大師嘅畫像啦，就係喺個熒幕上面。但講個詞嚟啊，講個字，就人哪嚟啊？名寫就係佢識窺基，佢係出生於公元632年，然後喺682年圓寂。但係呢語嚟啊，尉遲氏嗱，尉遲啦，我話尉遲語嚟啊。咁佢字洪道，姓呢就係尉遲氏。咁一個在家嘅字咧個名咧就洪道啦，姓咧就係尉遲氏，姓尉遲。咁佢係京兆雍州長安人。其實就係即係而家嘅陝西西安人。佢係唐代嘅著名高僧，亦都係唯識宗創始人，即係亦都係所謂法相宗。佢亦都有其他名號嘅，包括呢個靈基、成基、大成基，或者叫基師。有時一個字咁樣稱呼咧，就呢個基字。咁但係法名咧就係窺基。慈恩法師來自慈恩寺的，嗰啲就係呢廣播節目啊，慈恩寺係廣播節目，廣播啲老邊節目影上，安啲嘅慈恩法師，佢都被尊稱為慈恩法師。咁呢個名字嘅來源咧，就係來源於呢個慈恩字。因為佢來自慈恩寺嘅位法師，咁所以應佢尊稱為慈恩法師。佢亦都係出自於呢個軍事家，即係過去係一啲將軍嘅後代嚟㗎。相對芒果節目，尉遲說在這個米語裡面，光給西面當、南部當、歐間巴當，可能給亞布拉說不得，他們就芒果人些，剛剛落芒果人些，芒果人，點哪落呢？光給歐間巴的芒果人給他什麼事？就係北魏名臣平東將軍尉遲說嘅後代。佢嘅高祖祖父、伯父、父親都係將軍。他的唐吉入過了呀，凌煙閣24功臣噻，24功臣是那個的，的亂部切結經，你是這批噻，就的唐吉入過去，亂部切結經，唐吉入唐部祖輩過了呀。
亂步切節嘅你就這批社交，佢哪嚟呢？即係嗰啲，但係先嘅加納嘅，當時咧唐代有24功臣嘅，當時唐代咧建國有24功臣，其中一位。因為中國傳統裏邊咧就有呢個門神嘅。啊，對了，魯豫馬文寫等嘅，魯豫的寫嘛，就簡單講呢，可能別這個可能馬文一不切，直不語不切。其中一位門神呢，就係尉遲敬德，就係唐朝嘅一位將軍。咁呢部分故事咧就唔多講啦。總之咧，佢係一個好威風嘅一個家族嘅兩個將軍其中一位啦。就係因為佢呢兩位將軍太威風，咁所以佢做咗門神啦，令到啲鬼怪咧都唔夠膽走入去。咁呢個好有趣嘅故事，但係就唔再多講。總之就係尉遲敬德，就係佢嘅同一個家族嘅係伯父啊。咁總之，窺基大師就係來自一個咩家族。咁有關窺基大師嘅出身成長咧，咁就係按照《宋高僧傳》嚟講咧，就有咁嘅記載嘅。窺基嘅母個媽媽咧係姓裴嘅，就係所以稱為裴氏。咁當時佢就發夢啦，自己吞咗一個好似手掌咁大嘅一個月亮，然後就懷孕啦。熊的，大家你點俾熊的，我就去記者問你。咁窺基出世之後咧，自細咧就係同其他小朋友唔同喎，佢十分聰明爽朗。因為佢係能夠可以背誦咧數千言嘅呢個古代嘅一啲經典嘅。咁另一方面啦，佢係非常之爽朗，意思即係佢嘅性格好豪邁，係氣宇軒昂，因為佢來自一個將門之家。但係呢，玄奘嘅唐馬的窺基，窺基唐為高嚟啊，玄奘的拍戲的這個性格都的這個。之後有一次啦。有一次，玄奘大師咧，就係喺田間嘅小路上邊，佢就第一次同呢個窺基大師，當時當然唔係大師啦，佢就係當時咧第一次遇到窺基大師嘅時候咧，就見到佢個容貌好俊美啦，行為舉止咧就係好優雅，咁經典形容佢為舉止係通達明曉。咁之後佢就講啦，佢真係一位將士家嘅孩子啊，佢真係
提出呢一個將門之家，同埋玄奘大師又講啦，似乎我哋之間有好深嘅因緣啊。如果能夠度佢為弟子咧，咁法物將來咧就有呢個可寄託之人啦。呢個時候啦，轉念之間，玄奘大師又記翻起咧，當時從印度翻嚟嘅時候，有一位離間子就曾經為佢卜卦。玄奘嘅圖真說到急啲目的被灌到住地嘅，冇夾車，我把你叫人揀啦，呢邊車啦。咁當佢為佢卜卦嘅時候就講過，你翻到去漢地之後，就會遇到一位天資聰穎嘅學生。所以玄奘大師咧就會諗翻起離間子呢位應該可能係外道啦。咁當過去曾經同佢講過嘅說話，咁我就諗過，可能呢位天資聰穎嘅學生咧，可能就係窺基。咁所以咧，玄奘就好喜歡呢一個小朋友，佢就要去拜訪窺基嘅爸爸。咁佢就勸佢個爸爸，就係希望能夠讓俾呢一個窺基出家為真，因為畢竟呢一個唔係普通嘅家庭啊，可以話係朝廷嘅一個將軍嘅一個家庭。咁所以佢爸爸聽到之後咧就講啦，咁父親當然係希望佢個仔係能夠傳宗接代，繼承家業啦。咁當然玄奘大師亦都係一個係朝廷裏邊好重視、好尊崇嘅一位大師。咁所以佢爸爸咧亦都冇直接去拒絕佢，就咁樣同佢講啦。呢個孩子咧係粗魯蠻橫啊，佢點可能咧承擔得到佛法嘅教誨咧？咁所以就係話，佛呢個玄奘大師就答佢啦。佢嘅才能氣度啊，其實正係將軍你所生出嚟嘅，你所比喻佢嘅，而亦都係玄奘法師我睇中嘅。玄奘大師就咁樣答佢。咁最後咧，佢爸爸就同意咗窺基出家，但係窺基自己反而咧就係非常之抗拒，佢唔想出家。咁但係玄奘大師仍然咧就係不定去激勵鼓勵佢咯。最後窺基咧就係只能夠咧勉強同意啊。但係咧佢係亦都係非常勉強，因為佢好勉強，亦都係非常之唔開心憤慨。咁所以佢就好憤慨咁大聲講：你要答應我3個條件，我先會出家。3個條件係咩咧？第一個就係我唔會斷呢個情欲。因為呢度提到佢係好英俊嘅，同埋亦都佢係出自呢個將門之家，所以佢就係話啦，佢唔會斷呢個情欲，呢個第一點啦，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咧，就係因為中國佛教咧出咗家咧係唔可以食肉噶。咁呢個傳統咧
係南北朝嘅時候開始嘅，係制定咗呢一個唔可以食肉。咁總之當時咧，中國佛教係唔可以食肉嘅，出家嘅話。咁所以佢第二個條件就係佢要食肉。如果佢要出家就佢仍然要食肉。第三個條件咧就係話過午佢都要食飯。佢就係話咧，你要答應我呢三個條件，我先會出家。咁之後呢個時候，玄奘大師為咗令佢能夠出家啦，就反正就係諗就話哦，總之就先等佢出咗家先，希望佢將來慢慢能夠轉變，希望佛法咧就慢慢能夠去度化佢啦。咁之後咧就裝着扮晒同意咗佢嘅要求啦。咁之後咧就要送佢去寺院啦。當時咧據說咧，飛機就用咗3輛大車，3架大車，大概係應該馬車啦，用馬拉嘅車啦，用呢3架嘅大車。呢3架大車咧就裝滿咗佢想要嘅嘢咧，就去出家啦。咁後來就有一種講法啦，就喺《宋高僧傳》裏邊冇講得清楚，但係之後一種講法就係話啦，佢前面3架車裏邊前面架車咧，總之咧其中一架車所擺嘅都係呢個食物、酒食啦，同埋侍女。然後咧有一架車咧就裝滿咗咧各種嘅佢中意嘅經典啦。另外第3架車就係佢自己坐。咁就係咧傳說裏邊有咁樣嘅講法。反正咧就係《宋高僧傳》裏邊咧就冇寫得咁清楚，但係都有咁樣嘅傳說。咁總之因此咧，大家都會稱佢為三車和尚。咁一般人咧其實就係捨棄一切而出家，但係咧佢就係帶3大車嘅嘢去出家，咁所以被人稱為三車和尚。但係根據咧窺基自己寫嘅《成唯識論掌中書要》咧，同埋《宋高僧傳》裏邊咧，亦都有佢自己所寫嘅一個，因為咧呢個《宋高僧傳》裏邊有引用到窺基所寫嘅《成唯識論掌中書要》入邊佢一段自述啦，可以話係。咁佢自己寫點樣形容自己嘅生平啦？咁就係咧，佢自稱自己從小咧就命運坎坷，9歲嘅時候咧親人過世，自己係孤身長大嘅。亦都有講過咧，佢母親咧好早就自細咧喺佢好細個嘅時候過身啦。同埋都有講啦，佢自細咧就漸漸咧就係遠離咗呢個浮華嘅塵世。17歲嘅時候咧，開始就想要出家啦。咁所以從呢一段記載，咁就係喺呢一個《成唯識論掌中書要》中嘅呢一段自述，如果係正確嘅話咧，
咁其實前面我哋所講嘅稱窺基大師為三車和尚嘅呢個講法咧，可以就係對佢話係對佢一個好大嘅冤枉啦。因為呢度講到其實佢自細就係已經對呢個塵世已經覺得係想要捨棄啦。但係無論如何啦，窺基大師咧17歲出家為僧，成為咗玄奘大師嘅弟子啦。之後首先係住咗入去廣福寺。남주 신부 시부지 예배 인디 아니 가사玄奘的念都大慈恩師。後來咧就係記載咗咧，就係因為佢聰慧過人啦。咁就係被玄奘選咗入去，要跟玄奘大師入住呢一個大慈恩寺。提前嘅女子是長洞虛嘅，長洞虛23歲嘅時候就受大乘戒，並且咧首先23歲就受咗大乘菩薩戒，並且咧就學習呢一個古印度嘅五種印度語文。咁咪佢聰慧過人啦，同埋佢好精進咁去勤力咁去研究，咁所以好快咧就通達咗呢個梵文啦，同埋各種嘅呢個意義啦。好快就好熟習佛經嘅義理。咁當時咧聽聞到佢嘅人啦，或者係知道佢嘅人、認識佢嘅人咧，都好佩服佢嘅。咁佢25歲嘅時候咧，咁就係佢就係參與各種嘅呢個譯經工作。佢亦都係奉敕，即係佢意思係就係奉呢一個皇家嘅呢個敕咁就係去參與呢個譯經啦。咁亦都成為咗玄奘大師其中一位譯經嘅助手，亦都係最年輕嘅一位助手。但係因為佢聰慧過人，所以咧佢先至係被選進為去參與呢個譯經嘅。因為譯經譯場裏邊所有都係精英中嘅精英，如果佢唔係特別聰慧過人咧，係冇可能係被選中去做助手嘅。宋谢康那这个成了新的了800个60级用的多。加上拉美的兄弟的写吧，特別夠力啊！那空嘅講兄弟嘅經歷。咁佢當時翻譯嘅時候有一個特點係咩咧？就係咧，只要係咧玄奘大師講過嘅一講嘅，佢都會全部記錄落嚟。所以只要係咧大師講過嘅咧，佢都全部記錄落嚟，之後佢亦都可以咧係講述翻出嚟嘅，咁佢就有呢個咁嘅能力嘅。咁因此窺基大師佢能夠可以通達咁好，去能夠完全理解同埋可以講說嘅呢啲大小乘經論咧，總共有30幾部嘅。咁窺基大師佢當時隨時咧
都可以將佢自己曾聽聞嘅教授全部都係有記錄落嚟，因為佢係好精進、好努力。但係因為當時嗰陣係冇任何錄音設備，都係靠佢完全靠佢自己嘅努力記錄落嚟嘅。咁特別就係咧，係對於佢嘅上司所傳授嘅一啲教法咧，全部都有記錄落嚟嘅，好詳細咁記錄落嚟。佢係會直到所有呢啲咁嘅講解全部都記錄晒落嚟，完整咁講解完之後咧，佢之後就會將呢啲咁嘅記錄啦，就係做呢個疏釋。咁佢喺疏釋方面咧，其實係非常之精通噶。只要玄奘大師咧，佢有任何嘅開示咧，佢全部都會記錄落嚟，之後再做呢個疏釋。咁歷史裏邊記錄啦，玄奘大師每日咧都喺黃昏2時，即係大概夜晚8點咧，就會宣講新譯嘅經律。咁就係由譯經院嘅真人，即係所有嗰啲譯經助手咧，就係完成記錄同寫作嘅呢部分嘅。咁當時窺基咧喺玄奘大師宣講嘅時候咧，佢係記述嘅，作為記述嘅助手裏邊最勤奮、最精重。咁所以佢嘅功勞咧，亦都係最顯著嘅。你可以話咧，窺基大師嘅著作啊，大部分都係咧親自從玄奘大師嗰度學習或者領受嘅。咁因此咧，玄奘大師嘅好多嘅意旨都係保存咗喺窺基大師嘅著作嗰度。所以到玄奘大師圓寂咗之後咧，大家好多人咧都係後人啦，都係以窺基嘅記述釋疏作為根據，作為可依靠嘅標準。咁窺基大師喺佢所著嘅集論述記中入邊就提到一句：微言咸絕，渺無依，隨息所聞今述記。意思就係話啦，過去啲嘅精妙之言咧，其實已經絕跡消失啦。佢今日所記低嘅嘢咧，全部都係根據過去曾經聽聞過嘅內容去撰寫嘅。咁所以隨住玄奘大師嘅圓寂，喺玉華寺嘅譯場咧，亦都解散啦。咁因此，窺基大師翻到去慈恩寺，繼續從事佢嘅著述工作，同埋教授弟子，然後弘揚唯識宗唯識嘅學說。咁所以大家咧就稱呼佢為呢個慈恩法師。好多學者亦都研究之後就話啦，好多學者都會認為咧，真正嘅唯識宗嘅宗師其實就係窺基大師，就係因為佢當然啦，佢好多嘅見解都係來自於玄奘大師。所以亦都唔可以話創立呢個唯識宗嘅宗師
就唔可以話係窺基所創立。但係你話法相宗嘅祖師，確實係由窺基大師開始嘅。但第當老呢，就年查前不月嘅熊，佢只要係年查前不月嘅熊，是不是要的？所以總之，窺基一生呢，佢嘅著述係非常之豐富。佢大部分都係呢一個拙疏嘅呢個著述，咁所以因此佢有個名號叫做百部疏主，其中最出名嘅有44部，而而家保存呢就有24部傳世嘅。本來咧，而家本來想俾大家睇一睇24部傳世嘅書目係邊24部，但係因為呢啲書目咧冇翻譯為呢個藏文啦，同埋有啲書目甚至嗰個經典咧係冇翻譯成藏文，咁所以就冇，而家就唔將佢同大家介紹啦。所以窺基大師嘅著作係好多噶，佢涉及嘅呢個唔同嘅範圍咧，亦都係好廣闊嘅。但係咧，佢就係以呢一個儒家唯識學說嘅內容為重點，亦有一啲咧係關於呢個因明學嘅。而且咧就係凡係有關嘅經論咧，同儒家學說有關嘅經論咧，佢都係有做注釋嘅。我哋之前有提過唯識嘅六經11論，咁例如咧，呢六經11論咧，全部咧窺基大師都係有做注釋嘅。佢唔只係咧會將玄奘大師新翻譯嘅呢啲經論全部都會寫低呢個疏記，佢亦都咧將真諦呢個舊譯師所譯出嚟嘅所謂舊譯嘅經論啦，亦都會加以解釋。從而家嘅譯注目錄可以睇得到啊。窺基大師嘅著作咧，佢所注釋嘅著作，除咗係彌勒所著嘅唯識經典之外咧，主要都係無著世親以嚟嘅唯識論典。其中咧，亦都係特別係以咧師承自護法論師嘅呢一系嘅學說咧為重心。窺基大師當時咧唔單止係提議咗要編譯以護法論師注釋為主嘅呢個成唯識論啦，因為當時呢個編譯咧係由嘅方式係由窺基大師建議嘅。除此之外咧，佢唔單止咁提議，佢自己亦都係對呢一部論咧，亦都要再三做呢一個注釋嘅。有關成唯識論嘅注釋咧，就有4部，4種唔同嘅注釋，總共有36卷。首先呢，成唯識論述記有20卷，係所有釋論裏邊卷數最多嘅。仲有一個呢，就係別抄，成唯識論別抄，有10卷之多。
咁亦都有之前多次提到嘅掌中書窯，亦都有4卷。之後仲有一個廖簡，有2卷。總之，窺基嘅著作咧，主要係以原裝嘅講解同埋釋論為呢個依據。佢亦都保留咗原裝大師好多嘅呢個學說，所以佢嘅著作裏邊咧，佢嘅著作集啦，可以話係咧集中咗係師徒2個人嘅思想。咁亦都係咧，佢除咗注釋頭先嘅經典之後咧，都注釋咗原裝大師有2部嘅因明論典，一部咧就係因明入正理論疏。제상 공기 샘잠베기 떠주 답변 나와 좀더 마세베기 세마를 버티고 있네요. 因明入正理論疏係有6卷嘅。咁另外仲有一本咧，就係因明正理門論述類記，有1卷。咁呢個對因明學咧嘅發展咧，亦都係有所增益嘅。所以窺基大師唔淨係運明咗呢一個唯識學，亦都係對因明學都有好大貢獻。咁而窺基嘅因明咧，後來亦都係由佢嘅弟子慧照去繼承，之後再傳到去智州。又近呢，然後再呢傳到去日本。